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的係阿明姑劉浩明。屏東六隊客家文化園區唔單止係我哋六隊嘅客家歷史文化嘅平台，同時嘛係我哋去體驗六隊客家嘅身份嘅一個領域。今年嘅5月、6月，我哋客家文化園區又推出嘅好教與好料嘅活動。我哋今日有請到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車勝新主任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一道活動，我讓我去參加，同時有乜個內容。我哋馬上歡迎我哋車主任，主任好。主持人好，明好。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各位歡迎主任來到我現場哈，因為其實我哋提講，其實六隊客家文化園區真係係各種講，今日來我哋嘅屏東嘅話。了解我哋六隊，睇得起園區，園區都係我哋講小小的縮影。但是同時因為園區以這個文化嘅性質改革，或者同時嘛喺我哋講博物館嘅一個聯盟嘅地位嘛但係我哋講5月份其實有啲博物館日，係咪同主任同我哋睇要講一下講，乜講到博物館日，同時文化園區扮演乜嘅角色咯？5月18號到全世界人一份大家了解。博物館係乜嘅東西啦所以大家都規定5月18都全世界博物館日博物館也都講我哋咧知識啦，我哋文化一個交流嘅平台，也係大家溝通嘅一個平台啦5月18其實每個博物館都有辦法通詳細法通每個都冇通有都用研討會有都也是用展覽方式問大家嚟睇啦當然對客家文化園區也唔會實係按你機會嘛我哋嚟講以六隊文化園區嚟講當然可以六隊文化以客家文化為主旨按你嚟問大家個了解咧客家人嘅文化嘛第一個一定文化一定要對小朋友小朋友開始畫圖啦都上圖上色一個活動小朋友來一天唔係讓細人來一天阿爸阿媽阿公阿婆帶頓嚟來係來歸鬧嘢啦全家你聽到皮聲音啊你畫圖要順生有四種第一個都客人去形容嘅除了一面沒有以外如何八個土地公都係客人嘅形容住啦第一個畫土地公也是咪咧嘛第二其實客人頭家有南頂同五頂寫到喺南頂去五頂嘅拜祖拜起來原來五頂表示甜頂啦佢來本來小朋友自己可能有個笑嘅但是別人自講乜個南頂乜個到五頂嘛第三咧我哋以前來到我哋六隊文化園區六隊文化係叫六旗山都表示六隊我哋用六旗山用地方嘅特色來本大家嘅來雙顏色雙色地面下一個都叫我哋六隊提起嘅不管忠義祠媽祖天公媽祖咩也是手架也是金字亭也一種圖本小朋友2年生以下12年起從幼稚園嚟到體學嘅你來必定來了解客家文化喺度體嘅今年六隊客家人體愛人手即體愛教嘅老人同話嘅獎炮省咱純獎炮省獎炮省你要講佢無面事我哋解嘅係一群人都拿水槍一群人都接佢那主人嗰腳接滿數字滿都養嘅養嘅都有一個小禮物俾佢相信也發通一定要佢吸引佢多佢上嗰度聲音嚟搞我哋六隊文化園有一個特色交通真方便更加連台南來到六隊文化園區1點鐘你都會到所以佢吸引佢多其實文化園區客家文化園區但唔係啷單講針對客人我哋咩希望講唔係客人可以入來了解客家文化嘛有到天意嘛講到客家文化我見每做嘅結擺藍衫如果講長衫啦藍色都係客家人個標準所以我哋嗰啲地擺
做男篮啊，做几两个上可能够困难哦。但是迄讲做书记呢尤其小朋友17、18岁嘛来做书记呢拍改好啊，第一下男朋友如果来念嘛，嘛个改次嘛，为个发动啦，本来在参加呢，就另外教课也好，佢當然可能話唔掂啊！咧黑人為嘅梔子法用黃旗法黃旗嘅其實第個圖人啊以前做嘅豆腐黃豆腐剃數嘛用黃旗法嘅法去濕黃水來做嘅安尼客家人南部客家人如做分割可能話個分窯客家有分割佢做嘅老本色，人家填的時間相當好，一定好，可以上身啊！大家準備好來唱聲。其實我哋咧主音一開始都已經表演完表睇下啦。咁而講大家講到人可以說，但是頭多阿明哥意思想講，哎呀，偏有啲忘記一邊。我想講主音嘛，嗰時講到，人可以唱嚟聲。其實就像頭人哋主音講嘅樣，人萬歲啊！嗰種講到忘記嘅有啲講人家填的時間，人家的時間，媽媽講哎買風歸啦，我就想講哇，因為以前的東西冇按到嘅色身，但是忘記係一個貼喺黃色嘅東西。我想到講，哎呀爸，我有啲本他嘅人去品嘗忘記嘅咯，唔盡量講下，因為我開始不知。其實客家識的東西同我哋自家身邊身邊，特別都講到忘記法其實講初一15冇到節氣的時間拜神年冇到重要的時間，還能做盤法咩？盤法忘記法都重要一點。當然神燈法忘記法不上，神燈法冇上忘記法不上。法又可以來所講嘅保嘅設備。如果變黃色，又講我哋燃料，其實有多sản婦，有多嘛用我哋做燃料。如變講個吃燃嘅一個方式啦。如果我哋客家人嘅我哋吃燃種敬天惜地啦如果我哋對萬物對我哋東西嘅一個敬仰啦。係啊，我是想講即係傳統嘅東西有一啲特別嘅一啲，譬如講頭先我哋注意講到唔單止講喺我哋生活地方會讀到嘅東西，嗰種我哋拿來用。最重要的講，其實忘記嘅亦真係有一種我哋講消毒啦，甚至講清涼嘅作用。頭多因為其實我哋講分歸一件事情，我哋已經會常看到嘛但是我頭多發現也會分歸。有個特別的嗰種香味呢，就真係係吃溫人來嘅嗰種香味，嗰種睇影片都可以看到，那當初我哋最早以前沒用嗰種我哋講化學色素嘅時間，嗰種人工嘅嗰種最單純嘅，我哋講最單純嘅忘記嘅啲做分歸，睇下夾嘅一條咯。佢用頭嘅來用煎用糖來煎，安尼一嘅餅。唔是加個多糖，安尼都可以，批起來加個色，米線嘛加個好，好好吃哦，好吃客人都嗰度嘅安尼嘅方式真係好吃。我等下要幫我，其實係我攞嚟食的，因為我同我講到健康，我都發現講，有乜設計師佢貼片，你看嗱彩繪嘛，彩繪了解我哋客家文化。水果嘅講好上，要不然全部生意嚟搞，媒體做嘛嘅呀？冉，然後呢，昨天輸的下個就是忘記一本，嗰種真的是太熱水準全部考慮過嘅。咁還有呢？還有嘛嘅？其實都講嘅博物館日都全部睇盤。屏東來講有個島嘅博物館嘅形式從原住民文化引起，也是講我哋以前嘅煙廠，更加都有嘅基金會嚟做嘛，也都我哋就夾下起來，還有大鵬灣，我哋就嘅整合起來大概有講嘅方式啦唔需要記嘅博物館地方了，我哋有個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過如果有個點數本。按照陸敦華人去去嘅原來要收集3個點嘅時間，
啊，因为原住民文化园区都过山东好嘛吼，咁都麻烦，走过也是看下来原住民文化，一个可以两小的人的纪念品，琉璃珠的纪念品，嘛用，迄个唔系琉璃珠，嘛用下来客家文化园区纪念品代表摕过啦吼，啊，都个。啊，另外吼，因为毕竟原住民文化园区同下来陆队客家文化园区有长久的合作机制嘛吼，啊咧5月17听下来园区地拜吼。除了土工的以外，吼，啊，能有个文创商品这个卖，哦，你今年17号今年咧，唔卖有超过150元，150块哦，150蚊元以上，吼，会送一张吼，嘅5月底之前可以去原住民文化园区了吼，入门票50钱啦。当然，今个入门票原住民文化园区入门票钱，而且咯，迄个冇唔做过迄个，我哋都文化园区哦，我吸引大概50钱哦，当然可以，但是买东西要钱啦哈，都安尼用本啊，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原住民文化，又了解阿人客家，因为毕竟客家人同原住民哈同平埔族也族群哈长期来哈都有共下互相啦哈。我講嘅都哦，除了啲文化，同埋啲文化，有多嘛有佢接近嘅地方。係啊，冇唔錯，係啊。我上次講吼，我哋原住民也是平埔族哈，有一個共同嘅食嘅東西，分團係嘛嘅，下面講分團係出嚟。我哋共同食嘅東西哦，唔點係熟嘅哦。薯條嘅哦，係，薯條嘅原住民食，原住民食嚟講有一個強壯啦。冇錯，我哋客人係有冇問題啦？啊，平埔族人說，啊，當然我哋客人都嗰度變化，我哋客人都會薯條嘅薄麥嘅條食啦。薄豬腳啊，做乜薄豬腳？誒，我唔點呢？薯條純薯條嘅食啦，嚇，如果個食，哦，好，啊，豬腳如果有油氣嚇，啊，兩個夾強下時節啦，嚇。薯條嘅食都變得個軟個香，哎呀豬肉都冇人叫嚇，所以就當好食。但係我哋南部客家人同原住，係講嗬，我哋同原住民共同的食物嚇，都大家和睦共存的食物，用薯條嘅，啊，你再加個豬腳，哦，安尼發通翻起來嚇。其實你講對來到南部嘅遊客啦嚇。除了了解我哋客家文化，也了解我哋原住民文化。當然，我哋閩南文化嘛，聽我哋這地方，大家看你在地方材料就了解，所以我哋都對翻佢要上將啊咧博物館業，啊有一個機會。當然博物館都是18號，我哋講18號冇講的，因為18號8月，所以我哋5月17，啊5月17前日哈都來辦，因為博物館都是18。前喺5月份，睇人來辦都可以，係啊，個方式啊。嗰種5月17號，我哋嗰種有機會到我哋屏東嘅話，唔單止講喺我哋陸隊客家文化園區，睇我哋平陽1936，或甚至睇我哋屏東太細細博物館地方，如果有相關嘅發通，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車振興主任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博物館業，我哋陸隊文化園區有乜嘅發通。我都想問下主任，頭先已經講到5月份嘅發通嘛，6月份我哋馬上旅遊我哋5月節嘅，喺5月節是我哋客語國泰嘅節日咯。咁文化園區有乜嘅發通啊？5月節我哋客家文化園區當日都講過。陸隊文化園區都同陸隊嘅成分嚴重係嘛？冇錯，客家人有乜嘅，我哋都有乜嘅啦嚇。啊，當然客家人5月節天叫一嚿，絕對是立蛋，立蛋都係當然講，所以我哋有300嘅，哦300嘅好朋友。哦，300嘅啊！你聽我哋3大廈，哈，3個大廈，4點半開始佢嘅立蛋。啊，種裝好嘅，啊，睇下嚟去裝上啊，佢壯觀啦，嚇，佢壯觀。啊，係咧，嚇，當然嘅立蛋都嘅5月節嘅蛋，日頭曬過嘅嚇，也元氣滿滿啦嚇，拿頓也蛋嚇，也軟嚇，都嚟嚟啊，你同白光創嘅，啊，
祈求北公保佑我哋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以外哈，因为五一节也係我哋嘅傳統嘅哈，一定要有五一節講有點爭氣啊哈，有個唔好嘅，我哋要準備50歲哈。50歲都講我哋行業嘅抹草哈，用我哋嘅哈，談嗰個語哈，啊拍拍啦哈，但係沙沙嘅都拍拍啦，都可以同身體上嘅哦唔好東西，哦腳就啊養隻好嘅一年，哦當我哋人期體態，哦都個立蛋活動，大家來參加活動，奇妙搞奇妙，當然高中嘅哈，都我哋客家人。一天要有嘅，尤其客家粽嗬，我哋用客家粽嘅方式，用粽葉嗬，用粽葉嚟包，哦，包係用生米包嗬，原則上唔可以貼到人嗬，報名200個人咯，嚟包粽嘅。注意啊嚇，能200個人咯，你要叫50個人嘅工本費啦，叫咩？我教嚇咧叫師傅教人。用嚟高中嘅，我讀中嘅讀到好嚟嗬，冇讀起來啊嗬，15歲以外啊，15嘅嚴重啊以外啊，我刪佢啦，我跳出啦嗬。葉片我打斷一下，因為我上次有觀眾朋友問講，今日咱錄對客家文化人係高一種嘅，頭先講南埔粽，乜嗰種南埔粽啊？南埔粽同北埔粽差啲啦。頭講嘅嗬，南埔客人大部分嗬，只有大部分。用嘅叫薑葉，用粽葉嚟包，一個一整一個小。我哋用生米。北埔可能就多都用炒過嘅，翻過嚟包用整的。南埔用水。嗰時入嚟係用我哋嘅生米嘅南埔粽。大家同大家介紹，好南埔粽用嚟做，用小米啦嗬。高種嘅過好嘅，200粒過好嘅。香蟲濕哦，咱有香片啊，冇咱高種嘅。問題係香蟲濕，200個人嘅香蟲濕，唔可以太鑊嘅啦。要準備好多，包括嚟濕，但是唔係個安排台北嚟啦，一定要順利包嘅啦。而家嗰度嗰啲嘢是。幾期落嘅幾300嘅又嗬，係伊啲記錄啊，而家200個人嘅濕嘅太鑊嘅，唔係啲記錄。係啊，濕種嘅嗬，但係濕種嘅時間都係點鐘。係哦，可能大家有冇講咩？聽說嗬。6對文化人旗，同大家再講下嚇。6對文化人旗要30公斤，30斤。本行啊狗啊，都差唔多1點鐘。當然我哋唔係諗本人嚟行啦嗬。當然我實幾嘅，本大家夠奇妙嘅嗬，又冇到團量嘅啦，冇到談生意學講客話方式，本大家睇教育嗬，佢奇妙1點鐘奇妙去了。巧嘢都好種嘅濕熟嘅，冇唔錯。有可能生我哋客家種。頭講嗬，種嘅嗬客家種，其實嗬我哋客家人南埔客家人有個傳統，傳承嘅一個方式嗬。食種嘅一定要用蒜頭，烤蒜頭，蘸蒜頭。聽講種嘅係糯米，糯米啊，提出嚟都上個容易發酵。係唔用蒜頭靠嘅醬頭油醬安尼食啦，中下食啦糖果唔會碰到，唔會脹氣，有啲我哋客家人，南埔客家人嚟啦頭講過客家南埔粽就客家粽，任個客家粽同其他粽嘅人冇講，其他粽冇講啊都，我哋客家人客家嘅粽嘅用生米，炒嘅嘛，囤。飯頭，生飯頭炒姜下，沒人食嘅糯米嘅，還是到飯頭，但是底部餡包嘅也好，包嘅東西也好，樣本糖，糖係可能嘅後來是會流出來啦哈，啲嘅豬肉，香菇，就係香菇，當然香菇浸過水啦，就係香菇浸水，用嘅，有啲鐵基本嘅啥咩？當然就當然加卵棒，
北疆下客户安尼杀，哦，拢安尼客家中从其他无共个地方吼，哦，安尼杀起来都甲过向，甲过顺，冇唔错。咁相同都我哋咧中醫講到講，其實我哋中國有南北中嘛，其實佢如果係啲占南北啦，其實冇乜好占的啦，都其實都每啲地方發展出來一種食品的一種食物的一種飲食風俗啦，我哋南部都真係都個習慣要叫農業啊，然後我哋真係用我哋米雜嗬，嗰頭都我哋做醫咪講到地方都要做用嘛，其實更加貴少看到不用用嘅，係啊。做起真的用啊，好愉快。我都想到講，其他慢些吃的東西都嗰種同，其他他不用蝦米，蝦米嗬，都係不用蝦米。係，其他他不用蝦米都冇不用用嘅，但是我發現用嘅有嘅口感，可能夠貴啦，成本嗰個，但是有啲人要講冇不用蝦米咯，有啲要不用，有啲會冇不用，有啲要不用。如果喺南部中來話，我哋都可以食得到米香。鴨白香、中鴨香，吼，還有我哋咧真係嘅飯頭嘅嗰種香味，佢係有啲我一直搞唔清楚嘅幾種嘅用處。幾種吼，我哋南部係尤其台北提到媽媽阿爸哋提到做些事了，吼，日日過來時間，一天啊食一粒幾種，可以消暑又冇火氣，係啊，嘅幾種吼，都糯米，炒薏粉哦，炒薏粉，炒薏粉，阿包啊吼，炒薏粉都叫，但冇人睇了噃，冇話實際你了後係咁樣嘅嗬，啊，而主要嗬，睇霎時間會個叫嗬，阿包有當然用中藥包咩油啦嗬，啊用竹葉包咩，如果細啲，用個竹嘅係中藥嗰山嚟包咩個好嗬，台北還有嘅用一種東西，乜嘅呀？本頭講啦，如果上個動畫特別話死了，因為死過10個死過咧。我唔知你除咗中藥，係叫中藥，係。為乜嘅呀？蟲薑就藥。哦，薑就藥噃。用薑就藥10個去包，因為細一條。但是你還是包3角件嚇。係啊。哦，因為講到薑就藥，我都想到講原住民嘅食物，我覺得我包蟲嘅。薑啱係薑啱嚟，啊都是咁嚟，所以今日要嘥啲時間過長嗬。啊，幾種啊，佢其實特別個煎糖，哦，糖嗬煎過啊都變糖水，咩糖水哦？糖水是用糖去落水嘛，啊煎過嘅嗬，然後佢醬嘅醬啊，你講幾種啊嗬？糖講嗬，個消暑啦，啊更加要平常啊，要嗰好哦，叫他平常哦嗬，佢嚟食完了嗬，嘟哦，係啊，所以咧冇喺度等煎糖煎好啦，佢所以都黃糖嚟煎咗，出咗去飲糖食。咁像我哋咧5年前對我哋客家文化人士嚟講嘛，其實已經準備嘅幾多嘅一啲發通啦嗬。咁當初我想到講，去遵循安尼按傳統嘅我哋算是客家嘅一啲嗰5年前嘅一啲方式嚟變成一啲發通嘅主題。佢講六對文化人士早期成立嘅目的，如果分客家，唔是講一下如果講去，唔可以種嘅方面冇點可能到啦嗬。啊，條文化人士唔入嚟地方，都可以體會到啊啲客家嘅文化，哦，不管是的文化，也是歷史故事，喺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啊，你如變講，當然如果個簡單，如長期期嘛，基本上先了解到啊啲客家文化。啊，當然對啊啲文化有講我個層面一些了解，啊，當然都可以。去種啊，行啊，所以我哋叫咩？有啲盤講嗬，其實每個種有每個種嘅故事，嗬，啊，趁難嘅時候佢帶入去，嗬，睇下本講一個地方，太豪壯，太豪壯，唔知一苗苗來嘛？唔知呢？唔知太豪壯，乃叫戲嘅嘛？唔知呢，但是吼，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嘛唔知，但是我哋一提吼，本他跟你上一下，我哋下一趟嘅時間，我請我哋主演嚟講。所以講到安尼啊，本他入來我哋都對我人氣嚇，
行出我哋六队嘅客家族，安尼了解香港的客家族。嗰度6月19號睇我哋客家文化園區，嗰種即個體驗過最彩啲客家文化一天嚟到我哋6隊文化園區嚟參加我哋5日節嘅活動。求先下我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麼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謝振興主任嚟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我哋5日節嘅活動。我就想問一下主任哦，頭先依句講太和莊係讓我來咯。太和莊嘅人係對太魯閣哦，太魯閣搬過來嘅。按照我對太魯閣搬過來。係啲。以前愛寮溪，愛寮溪點解要做堤防？真係人6隊文化園區運動公園嘅台北路河壩地。哦，係哦。係，中國冇個河壩地。個大個矮個攬意思嗬，個矮意思嗬。個出泉水。係。嗰啲橋個河壩路嘛。也是走那些。以前愛寮海種出嚟用愛寮溪嘛。對。三天門太橋開始叫做長基堤防，過來到鹽埔堤防。日本時代為了做個堤防，做個堤防，因為堤防那用河壩嘅塞嚟嚟吞啊，會漏水。中間要用鹽，要用嘅奶個鹽嘅奶，嚟做，奶對奶啦。如到颱風高富球場嘅附近嘅奶，叫我哋黃奶，叫個鹽線咧。用對嗰邊嘅奶嚟做堤防，嗰個兩個一體嘅，都畢竟對太魯閣嗰邊嘅一個堤防吧，都個種嘅一個開啲堤防，嘅路標都曬啊到太和莊啦係。哦，都以為做工廠做嘅，做用嘅奶，所以都大正昭和年間新建的部落，都太和莊。有故事慢講太和莊，嘅太和莊地方除了對太魯閣搬過來人外，日本的工廠史，128工廠史都喺度太和莊，所以太和莊嘅總統看嚟講，日本是有棋盤式的，留到個法，個法咧，個法咧叫做我哋咧咩意思咧？日本人咧嘅工廠史係咧個法董事嘅時候遷走路去，咩8個人啊嘛？用錯啲係。中國係董事嘅時候。係啲，因為其實我都想過，因為我哋女僕嘅時候要8個人嘛。150人、130人。嗰時我都想過，根本上其實董事員要研究要按到太多可以一實力嘅研究嘅學校啊。日本嘅工廠史嘅寫完了圖書，咱睇佢嘅董事嘅相。太和莊睇嚟地啦，太和莊睇到大地哈，路多睇嚟，路睇杜俊英，衣冠冢嘅地方佢哋董事村咧，太和莊一個部落，到太和莊嘅遊覽。按你講好了，按你歷史都連強下啦，係冇咁多。當然杜俊英嘅事情係要過做啦，只是講香港咁啊，因為個太和莊，唔以前嘅話要我哋講四股長板，係一般要把我哋太魯閣嘅四股長板要帶過來，係強一點二嚟攀。嗰時我諗住講，其實以前係太魯閣搬過來嘅，但是有啲想我講，做乜我太魯閣人？根本上因為以前嘅知識都有幾多，譬如講北埔嘅行業，因為工作嘅關係，駛到南埔來，嗰時有可能嘛，係真係都相同我哋主任講嘅，都因為做堤防。嗰時路真係都駛一群人過來。因為其實我哋香港看女僕嘅時候，我哋女僕人是幾多？嗰時按做都有幾少可能咧？我是講香港，個董事其實係要按多年下，按太壯下，係啲係啊，因為人家講董事嗰時話8個人啊，香港哇，佢突然講100人咧，董事如過太壯啊，但是看落要冇人講太壯係要太壯嘅規模啊，要看落要話冇太壯嘅規模，我講人落喺因為工廠時，佢等於本人愛。生意嚟讀書啦，嗰個現實一點，我哋講嘅是公學校的。公學校，學校地方嘅小朋友嘛，可以叫我讀啦。係啊，
愈解密诶，冇错讲几多人六队诶，係啊，因為頭先我哋想講，因為除了歷史文化，算是我哋六隊文化一個平台嘛，吼，延期一個平台。但是其實我哋咧農事也部分，因為其實我哋咧六隊文化延期嘅佔地可以講，好處係啊，因為嗰度稻米啊什麼之類，咁農事嘅體驗蠻強我哋咧文化延期地方可以體驗得到嚇。眼鏡係中保秀。中保秀，保秀差唔多6月中旬哈，都差唔多佢嚟拗保秀嘅，都執保秀嘅啊。啊，我哋唔會派嘅發通，啊，本睇個執保秀。啊，另外我哋咪種向日葵啦，都執保秀啊，佢同向日葵翕下相啊，好有意思。我以為的根本就是為了網紅去做的吧？因為這樣的東西，佢是生鏽嘅時間一講誒，你冇？係啊，保秀田、向日葵田。一個地方要吸引人入來嚇，唔係人單一。係啦，係啦。嗰度多元意識啦嚇，來源個角度。啊，入來我哋文化人員，咱可以個了解我哋客家文化，最基本嘅嘛。啊，摘起來啊嚇，我哋攞大田，哦，都摘個莖啦，同個向日葵嚇，係咪向下都綠葵大葉，嚇用一份摘起來。大田大嚟做乜嘅？絲禾。絲禾其實絲禾吼，也幾發個奇妙。好多人冇講絲禾，好多人講樣咧，閩南人講樣咧。唔知咧。布條啊。好。布條啊。唔係用絲啊，漢語絲禾是茶葉。係。都冇共樣。也用椰吼，尤其用椰的感覺。布條啊，係用頭地啦，意思上嘅啦吼。啊，另外一個六隊客人啊，或者個貼喺個裝咗看哦。絲禾要挖格嘅，你本意寫詩嘅哦，要挖格嘅，要做個格嘅裝哦，啊那麼整齊齊啊，有那個冇那麼上喺度講，上喺度講好，打喺度講好，哦，當然來天來後嘅，我哋絲禾嘛，絲禾多年代都可以割。啊，絲禾頭講絲禾，用人工絲哦，啊，咱青年分會有他家哈，有興趣嘅人啊哈，富高入去啦哈，你研究嘅絲禾，啊，絲禾時候都等年代，都嚟割，割我們講哦，即家嚟割，啊割嚟用夾個幾嚟夾哦，唔係用，即家夾咩？哎呦，即家夾哦，係難切咩？一定厲害，係夾好嘅，我哋會洗走嘅哈。拿來做酒啊，做米酒啊，真係求人嚟做嘅用糯米啦哈，啊用糯米做嘅酒，啊啲名啊叫歲月，稻穗的穗，啊一葉兩葉的葉啊，12個月的葉啊，咁樣咧，啊嚟叫酒啊，哈，主要啊咧客家人提嘅禾嘅絲禾哈，佢嘅歌唱中哈，本睇下 TV 講，當然免嘅族群都有安尼，但是佢講如國所講嘅用花嚟講，哦。絲禾，吼挖格嘅，吼，佢有嘅格嘅意義存在啦。本攤就了解講客人咧台北嘅一個生活方式，吼。啊，頭講嘅嘅保秀，我哋咩咁樣？我哋吼除了摘保秀呀，我哋嗰條禾塘啊，佢有個禾塘啊，一個小塊嘅地方，我哋講禾塘西國嘅地方。啊！我哋濕保秀哈，濕保秀這個濕保秀，有可是濕保秀。點解咧？我選濕保秀本身係適合，安尼能夠黐咩樣啊？哎呀，險買啦，險買啊！你真是唔講把這個反思呢？你一睇我可以濕嗰度保秀，保秀是冇玩好濕呢。係啊，所以段時間，因為香米啊，即香米都係高種嘅樣啊，嗰種保秀嘅葉香哈，還有個真是。TV 啊，那個簽啊，哈。像俺那些保苗，那保苗啊，上不時哈，看下的那苗站啊，公網啊，要常常注意，公網地方啊，要注意。剛剛講我冇注意哈，錯過了就要等明年咯。真是，因為這種東西保苗係都一天要從頭做到尾。秒殺，你不如秒殺哦，好。跟像體驗農事一件事情，做乜嘅我哋文化人佢要包了這個做。都講嘅啊，本身嘅了解客家文化。我哋看圖片就好了。啊，這個嚟做個奇妙啊，係啊。可是你們很忙呢。唔係，啲當然今日做呢嚇，要謙虛啦嚇。我講個磨，當然會磨下啲啦。但是看到人很多人很多鄉親的都在邊嚇，你拜保苗都秒殺嚇，如果呢種成就感，一天係啊，都講成就感。係啊，都講到話已經我哋話放開講喎。係。
5月17係博物館日，但是5月16安布的哦。我哋都先給哦，先暖身的哦。也拖先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哦，頭號我哋咧注意一天頭嗰時講到5月17號、5月18號報個熱嘛，但是因為係禮拜一，嗰種5月17號都開始有發通啊。唔過佢啱講嘅係5月17號嘅前一暗，5月16號有先暖身哦，有暖身哦。因為我哋綠地文化園區長期啦嚇，對生態保護真好，所以更加熱天多嘅安布頭去講係乜嘅？火焰蟲，佢真是平常看唔到多嘅。更加我哋嘅火焰蟲安布頭，嗰度嘅飛舞咧，睇等佢講有兩種，一個露營嘅嚇，一個陸生嘅，一個水生嘅。水生嗰水雜路入嗰個入乜嘅入嘅嚇，大家可以看嚇。所以16號安布頭7點，報名哦，報名哦，而家報名。報名哦。7點到7點半，落去看螢火蟲。7點半以後到8點半嚇，係能夠標一個天陽露天電影院，嚇，所以看螢火蟲以外，又可以睇下啲大草原地方嚇，睇下啲看天陽，又可以看星星啊嚇。當然有啲嘅人生嘅享受啦嚇，也可以跟帶小朋友共下來享受親子之樂。當然安布頭一定我讀起，冇錯，我哋有個準備，客家式的嚇，當然要用錢買啊，唔係免費啊。我本頭做準備，食嚟本客家來享受。好話有時嚇一禮拜嚇，今日到拜六，一禮拜按摩閒後啊嚇，可以帶啲小朋友嚇去看下啲螢火蟲，真是更加看到螢火蟲。太半到山東行啦嚇，我哋嘅交通真方便，可以差唔多1點鐘到嘅，高雄來半點鐘。你配合附近來就10多分鐘到嘅，真方便嘅地方，停車又方便，交通又方便，大家嚟享受一下綠地嘅文化園區。觀眾朋友聽到一片嗰種唔知講5月份、6月份話，唔似安排行程嘅話，我哋講一天把我哋綠地客家文化園區排入去，啊，頭我哋咧注意係最慢嘅時候能講嘅嚇，5月16號安布呀，禮拜6安布呀嘅嚇，佢當然要報名啦，但是我相信一天過適當，而去到現場看到我哋風景上，同時去感受到一啲過浪漫，或者過有客家嘅一啲安布呀。有冇感謝我哋注意到啲現場朋友按到安啲晒事情？多謝主持人郝明哥，多謝我哋咧客家電視台觀眾朋友嚇，記得咯，5月16、5月17，或者6月19號，歡迎大家來綠地文化園區行了。休息一下喎，都聽我哋線上來共話運通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